较早的地号名双溪车站叫做定双溪驿，迄阵阵啊，还阁算是迄个日本时代大正吼13年才开始有这个火车通啊。双溪的这个月台吼，比咱这个站前广场吼，车头有一楼悬。咱咧双溪的车头的南边吼，算是迄个孔仔寮，啊若北边吼，算是迄个牡丹。啊，这两个车头中间的距离吼，高低落差足大个。孔仔寮甲双溪也平平吼，了后才开始要阁爬去牡丹，安尼较行。所以早前有一个真笑话的代志，就讲吼，因为早前无电气化嘛吼。所以拢是用迄个乡土团迄个火木仔车，啊开到即个双溪甲即个牡丹溪中吼，有当时也去拄到迄款湿雨仔天吼，火车路迄个链吼算骨骨啦，所以起来滑轮啊就爬袂起。所以早前的时拢会拖去有边，双溪车再搁派一只火木仔车吼，伫后壁来斗刹，啊才我落刹去你甲牡丹吼，所以当初就甲伊捡起来一阵老悬，所以会使甲伊折中。真济迄个都铁道迷嘛，总爱来遮翕相啊，翕啊真水安尼吼。早前的这个双溪吼，就是讲咱这个台拢有做这个做田人啦吼，啊种地啦吼，啊甚至是讲较早咱遮双溪拢有咧挖金仔山，吼，甲高文啊共款啦吼。较繁荣的时阵吼，有迄个4、5万人，所以即摆这条街啊吼，就较早就已经有啊。所以这个位啊，若巴肚枵就餐厅。包括有拍猪仔羹啦、芳店菜等等安尼，真多元。因咱遮双溪吼，离这个海边啊足近的澳底，所以咱遮也要找这个新鲜的这个做海鲜，足方便的。所以就甲迄个鲨鱼等来加加的吼，做鱼丸、做创天妇啦吼，啊是讲吼，阁有真济相关的产品。所以咱双溪遮的厝边啊吼，比如我边啊有孔仔寮啦吼。啊，有随风，啊是讲这个冰溪坐火车交通真方便嘛吼，啊就来遮买咱相关的产品。咱这个海产饼店吼，在遮已经开几啊十年啊。早前吼，拢咧做传统的米糕啦、鸭仔饼啦、大饼，啊尾啊，即摆大家拢来遮排队吼。抢买，第一个买寒天蛋糕，第二吼就是买这个叫做吼冰西鸭饼，吼伊有冰西鸭是咖喱，啊过来就是讲咱的米香，伊是甲咱这个米吼先摕落去洗，米会慢慢啊膨胀，啊了后再甲迄个米吼落去油内底吼落去煮，所以这款的米香食起来吼，食到足香的。阮这个位啊吼，就互外口的甲咱称呼叫做全港性的古厝。这个原因是安尼吼，较早阮兜伫这个1901年的时阵吼，遮有2兄弟啊吼，啊去考教两兄弟啊拢有中贡献等来，啊嘛捌做双溪庄的庄长。这间厝吼，的这个石头吼，就是就地取材闽式的这个风格的这个。三合院的古早厝吼，啊，当初的这个遐吼，就是迄个大陆吼，厦门遐吼运来，啊，因为阮自囡仔就拢安尼伫遐大，啊，尾啊政府相关单位来甲阮沟通讲，安尼间厝安尼才有特色，是毋是来定入去做双溪的古迹？啊，徛伫阮的家族吼，阮是大家拢同意哦，乐观其成。这间双贡山的这个古早厝吼，会使互咱这个咱大台北地区的游客吼。阁有我著看会到早前的这个吼架东厝啦吼、大屋啦吼，啊列入这个这种200多年来双溪的迄个生活史，吼啊是讲住在遮较早的家庭的变迁吼，应该是真有意义的。咱这个双溪吼，嘛是一个好山好水的一个好所在吼。咱若到台北坐火车，也是家己开车来双溪吼。会使看古迹啊、河川的生态啊、街仔底迄个美食啊，吼，欢迎来阮双溪这吼店家吼，啊来佚佗吼，啊来活络阮这个做双溪的迄个经济安尼，吼，感谢大家。